大家好，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今日呢，我揀選咗喺神州裏邊嘅少數民族嘅需要，我哋一齊去守望。咁喺少數民族地區，曾經有唔少海外嘅宣教士，好殷勤忠心嘅服侍，咁為主耶穌結出果實累累嘅。不過呢，因為各種嘅原因啦，好多工人都要撤離啊，使到呢個福音禾田忽然變得荒涼。莊稼嘅主原來早有預備。據講呢，喺沿岸嘅省份有唔同嘅教會聯合起嚟，默默地培訓同埋差遣年青嘅工人去到境內未得之民裏邊做跨文化嘅宣教，為主作見證。佢哋前仆後繼，將福音嘅道種嚟到去散播。另一股動員就係喺一啲早期蒙恩嘅少數民族嘅教會當中，佢哋願意咧喺困乏嘅裏邊仍然接受培訓啦，向佢哋附近唔同嘅民族嚟到去傳講福音，喺奮力前進，仍然係有好多學習嘅地方嘅，卻係將宣教嘅棒無論如何都接咗過嚟啦。我哋一齊低頭禱告。我哋懇求天父喺呢啲艱難嘅環境裏邊，保守呢啲嘅教會佢哋嘅培訓工作。一方面主啊，你繼續嚟到去保護佢哋，但係與此同時，佢哋都要學習小心謹慎。我哋盼望神啊，你嚟到去加能賜力，讓喺神州裏邊呢啲咁忠心嘅教會喺訓練呢一班年青跨文化服侍嘅工人嘅過程嘅裏邊，神啊，你大大嘅興起更多嘅年青人願意承擔呢個福音嘅棒，去到國內唔同嘅少數民族嘅當中嚟到去延續呢個福音嘅工作。我哋同心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聽到呢個消息，其實真係好感動嚇，因為縱然外邊嘅宣教士而家真係都比較困難嚇，嚟到去進入去幫助，但係喺神州裏邊嘅教會信徒，佢哋自己興起嚟，我哋求神繼續興起佢哋更多。我哋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我哋下個禮拜再約定你哋一齊守望神州，拜拜。